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火麒麟周身癮就係指人呢唔搞事呢唔安樂，坐都坐唔定嘅。嗱，麒麟屬火，喺《山海經》裏邊就有講啦，麒麟行火，步必急，就好似現實中嗰啲搞唔停嘅人，今日呢開咖啡店，聽日搞工作坊，後日又賣牛雜喎。項目一個接一個，其實就搞唔成半個。喺佢嘅朋友圈裏邊仲會講呢拼搏人生，浪漫搞事。但係生活上一地雞毛，屋企人日日擔心佢。其實做人好簡單，有癮唔可怕，有察覺先至最緊要。咁你哋現實中有冇認識邊位火麒麟呢？評論區話我知佢近期想搞咩大龍鳳啦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